倫教會、四方福音會、大角咀浸信會、香港基督教會宣道堂、旺角基督教會、路德會沙倫堂、真理基督教會協英堂同埋基督教全恩堂嘅。好啦，仲有好多機構都支持呢個嘅嘉年華會啊，包括咧新福事工協會、工業福音團契、新培中英幼稚園、全音多媒體、基督教祈福會、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旺角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明愛向晴軒、旺角街坊會陳慶社會服務中心、東華三院賽馬會大角咀綜合服務中心、林浩陽議員、真光美發福音網絡。好，我哋仲要多謝咧呢個康文署咧借出地方俾我哋今日搞呢個嘉年華會㗎嚇。各位觀眾、各位來賓見唔見到台上高個名啊？不如一齊讀下好唔好啊？我哋讀下個名咯，好嘛？好啊，好啊。好，準備啦喎！1、2、3。2006大角咀關懷社區嘉年華會之活現關愛在社區正式開始。好啦，開始啦喎！咁咧，但係咧台下嘅嗰啲嘅攤位遊戲仲未正式開始嘅噃。要到幾時先得玩啊？睇下先。2.9就差唔多啦，因為咧都想各位嘅嘉賓街坊留低度咧睇我哋個開幕禮先。係啦。咁咧開幕禮完咗2.9咧就可以開始㗎啦嚇。咁所以咧各位家長，署高級聯絡主任盧敏華小姐咧為我哋咧講啲祝賀嘅説話喎，可以請佢上台啊！黃牧師嚇，大角咀同工網絡嘅各位成員嚇，咁今日我好高興咧獲邀請出席由貴會同埋社會福利署合辦嘅2006年大角咀關懷社區嘉年華會嘅活現關愛在社區活動，同大家一齊分享呢一個咁有意義嘅活動。大角咀網絡咧，其實雖然喺今年先係正式嘅註冊，但據我所知咧，大家早喺2000年嗰時咧已經開始好緊密聯繫，一起喺大角咀區咧舉辦唔同類型嘅有益身心嘅活動，例如節慶嘉年華會啊、端午節嘅包粽活動啊、中秋節派月餅等等。咁而家咧大角咀區咧嘅面貌已經煥然一新㗎啦。隨住近年唔少嘅大型私人樓宇紛紛落成啦，再加上市區重建局喺大角咀多個重建項目正進行得如火如荼，區裏邊嘅人口咧不斷上升，對於社區設施嘅需求咧更形殷切，同時亦都意味着咧貴網絡有更大嘅發展空間。因此咧，我希望各位繼續努力推陳出新，提供更多唔同類型嘅活動，配合社區嘅變遷同埋需要，使到區裏邊咧有需要嘅人士咧可以受惠。就嚟到聖誕節啦，咁我藉住今日嘅機會咧，祝大家聖誕節快樂，身心康泰，家庭幸福。多謝各位。多謝晒，多謝黃小姐，請坐喺請坐先。跟住落嚟咧，我哋咧亦都請到咧兩位嘉賓啊，就係咧九龍城同埋咧油尖旺區嘅助理福利專員林正華女士咧，幫我哋咧嚟到咧致謝下。有請林女士。黃牧師，各位教牧同工，各位嘉賓嚇，咁因為呢個節目咧，今日呢個活動咧就同我哋社會福利署一齊合辦啦，咁所以其實個主題咧就完全符合咗我有一個願望呢一樣嘢嚇，咁可能大家都知道，即係其實家庭咧對我哋每個人嚟講都係好重要嘅，咁所以我哋今日呢個咧關愛在社區，其實要由家庭開始做起，咁我哋希望咧就每一個人咧都可以參與呢一件事，都係會首先愛我哋自己嘅家庭，然之後我哋凝聚一個好睦鄰、好和諧嘅社區同埋社會嘅嚇，呢個就係我哋願望，亦都希望大家都幫手參與，亦都要正如今日呢個活動一樣啦。咁其實你睇到有好多唔同嘅機構參加，亦都有有教會啦，有教會機構啦，亦都有我哋非政府嘅社會服務團體啦。我見到亦都有學校添嚇。咁呢，我哋一齊點樣去建立一個咁好嘅家庭、咁好嘅社區咧，都係要靠大家一齊嘅參與、一齊嘅合作，亦都唔分年齡。所以陣間表演嘅活動亦都有青少年、有長者，亦都有小朋友。咁我哋都唔分種族嘅。
嘅嚇，即係無論香港人其他嘅地方嘅人，我哋都一齊嚟到去參與喺融和喺我哋嘅社區裏邊嚇。所以希望今日我哋帶出到呢個信息俾大家知道，我哋都希望大家係愛家庭，亦都有一個好睦鄰嘅社區，一個好和諧嘅社會。咁最後喺呢度，我預祝大家聖誕快樂。咁最緊要亦都係身體健康、家庭幸福。多謝大家。多謝林女士請坐下。咁跟住咧，我哋邀請咧大角咀區教會網絡嘅主席黃康牧師咧，同我哋講呢句説話啦。有請。阿盧主任、阿林副專員、各位主禮嘉賓、各位同工、弟兄姊妹同埋各位街坊好啊！咁咧就今日即係對我嚟講咧，好感謝主，因為咧代表大角咀教會同工網絡，即係可以咧一齊參與服侍呢個社區。咁你又俾我哋有一個好嘅天氣。咁咧正如咧頭先阿林副專員所講咧，我哋好期待咧每一次我哋嘅區節都能夠咧帶出到真係咧一個關愛精神咧喺個社區裏，正如我哋嘅教會一樣，係睦愛鄰舍大家都係我哋嘅街坊，我哋咧好想咧我哋嘅街坊、我哋嘅家庭咧個個都可以咧即係相親相愛。同樣咧就係咧好重要一樣嘢咧，我哋嘅愛唔係淨係靠我哋自己嘅，我哋嘅愛裏面咧就係多謝咧耶穌俾我哋有愛咧，可以愛大家。所以咧同樣咧，我想鼓勵大家同你隔離嗰個做一樣嘅動作，好冇？嗱，就係咧耶穌愛你，我同樣愛你，耶！好冇？請你同隔離咗做一個咁做作，彼此祝福，好冇？係啊，預備咯喎！黃牧師啊，呢邊都要示範下，好啊，睇唔到。好，預備，耶穌愛你，我哋愛你，耶！你同你隔離嗰個一齊做好冇？做一次，預備，隔離左右嘅，1、2、3，耶穌愛你，我同樣愛你，耶！咁你呢個咧就係唔單止係用一個口號去做出嚟，同樣咧我哋真係會用行動去做出嚟。你知唔知同步咧？我哋咧即係透過社署等等有啲名單咧，我哋探訪緊呢啲大角咀嘅獨居長者啊。同樣咧跟住咧，我哋都會出街咧洗街、洗樓等等嘅情況。我哋好想俾大家知道咧，我哋愛到我哋啲街坊咧知道嘅係咪？唔係得個嘉年華咧玩完咗，冇咗咯喎！唔係啊，我哋繼續喺度，我哋嘅教會、我哋嘅機構都繼續喺度表達咧耶穌嘅愛唔單止係聖誕，係07年全年咧，我哋都好想俾大家知道咧，我哋係咁樣盡心盡意咧代表耶穌嘅愛。祝大家身體健康，聖誕快樂！好，多謝黃牧師嚇。我即係請坐。咁咧，我多謝咧，即係台上嘅嘉賓咧，同我哋講啲祝福嘅説話嚇。咁我仍然好多嘅人士咧，又需要致謝多謝佢嘅喎，包括咧係中華煤氣公司啦嚇，過去咧喺大角咀區嘅服務入邊咧，佢都好多嘅支持嚇，幫助我哋嘅。咁我哋而家咧係剪彩嘅時間喎，係咪啊？係啦，哇，係一個好精彩嘅時間。我哋請咧台上嘉賓同埋咧林浩陽區議員啦，辦事處嘅代表係啦，大角咀區各教牧啦中華煤氣公司助理公共事務經理陳家寶小姐，同埋咧中華煤氣公司住宅維修經理張柏堅先生咧，係啦，有請係啦，係上台一齊嚟到咧剪彩嘅，係啦，有請各位嘉賓嚇。好，整咧大角咀區教會網絡嘅同工咧就上嚟啦。係咪一個啊？係有冇培訓呢個？好啦，我哋等各位嘉賓咧預備好先喎嚇。OK。
我哋不如一齊數1、2、3啦嚇，好嘛？好嚟1、2、3，好，今日嘉年華會咧而家正式開始啦。有請各位嘉賓咧可以留翻台啦。我哋跟住落嚟咧，想同大家唱一隻歌啊！歌詞好簡單嘅，叫得勝得勝。咁咧今日咧我有班樂隊咧嚟自咧基督教傳恩堂啊，同埋咧係敬拜隊一齊咧帶大家一齊咧去唱啊！好，弟兄姊妹，各位嘉賓，我哋用呢首歌